好，现场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粤剧爱好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粤剧之家影像粤剧馆直播室《粤女青春派》暨杭州粤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面对面交流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易可。今天粤剧之家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几位杭州粤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到现场做客。那么稍后的时间里，我们将在直播室里与嘉宾老师们做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走进他们舞台背后的世界，了解杭粤最近的艺术动态。接下来呢，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吴素飞，公尹派小生，国家2级演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戏剧家协会会员，获得过许多的荣誉。良渚文化杯第4届全国戏曲演唱大赛专业组金奖，粤剧新星称号。CCTV 粤女争锋第2季全国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龙凤配金奖，10佳优秀小生称号。浙江省新松计划戏曲大奖赛获得演员2等奖等等。主要剧目有《珍珠塔》《寒号鸟》《胭脂河》《白蛇传》《彩楼记》《梁祝》《唐寅与秋香》《盘妻索妻》《梨花情》《玲珑女》《盘夫索夫》《金龙与蜉蝣》等等。竹欢欢，宫吕派花旦，国家2级演员。毕业于宁波市文艺学校，后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要剧目有《西厢记》《红楼梦》《梨花情》《唐寅与秋香》《德清嫂》《班昭》《摄政王之恋》《家》《凄凉辽宫乐》《玲珑女》《忠言》等等。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粤女争锋总决赛专业组10佳金奖、最佳唱腔奖、浙江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浙江省文化厅新松计划全省青年戏曲演员大赛优秀奖，曾经参加过录制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个人事迹被刊登到了《中国戏剧》杂志。温珊珊，公傅派花旦，师承当代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陈飞老师。主要剧目有《鹿鼎记》《梨花情》《穆桂英挂帅》《追鱼》《梁祝》《拜月记》《舞女拜寿》《红楼梦》《秦探》《忠言》等，曾经获得粤女争锋第2季龙凤配铜奖、新秀奖。2017年新松计划浙江省青年戏曲演员大赛的2等奖，粤美中华全国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金艺奖等，曾经参加中央电视台2013戏曲春晚粤剧小品、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以及杭州 G20 宣传片等节目录制。张菊秀，公京派花旦，师承当代粤剧表演艺术家谢群英老师，曾荣获粤美中华全国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金艺奖。主要剧目有《碧玉簪》《盘夫索夫》《红楼梦》《貂蝉与吕布》《金钗记》《雪见洞房》《何文秀》《盘妻索妻》《梁祝》《花中君子》等。管宇爽，95后优秀青年演员，公7派花旦，师承当代粤剧表演艺术家金靖老师，曾荣获粤美中华全国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金艺奖。参演的剧目有《雪手印》《碧玉簪》《红楼梦》《忠言》《葬花吟》《舞女拜寿》折子戏《安堂认母》《赵氏孤儿夺子》《牡丹亭》《游园》《梁祝》楼台会，《白蛇传》河波，打金枝哭宫，范进中举，花为媒报花名，光绪皇帝银台会，
百花公主、千阶呐、清风亭诗子、寇准贝薛等等。向丽亚，95后优秀青年演员，公范派小生，毕业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主要剧目有《秦探》《舞女拜寿》《梁山伯与祝英台》《忠言》等等，曾经获得2014年文化艺术院校奖、第2届全国青少年戏曲比赛地方戏少年一组金奖、粤美中华全国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金艺奖等等。那么6位嘉宾老师的这个履历呢，我给大家介绍完了，相信大家呢也听了都会有一些深刻的印象啊。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几位嘉宾老师上台，来，掌声欢迎。请坐。对。好像我今天变成了喊口号的了。那么我不喊请坐，你们不敢入座是吧？其实呢，这6位老师一上台就感觉到了一股清新的力量。这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厅是不是有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感受到了一股青春的力量，大家说是不是？掌声献给他们。那么众所周知，杭州粤剧院呢，我们建院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近年来呢，一代一代的青年演员们不断的创新演出许多新的作品，同时呢，他们也不忘去传承传统的保留精品的剧目。剧院所创作的精品呢，在同行以及专家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和传唱。作为一名戏迷，我打心底里羡慕你们在最好的年纪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呢，在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支撑着你们，有一个专业的舞台可以让你们能够展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几位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他们跟杭粤的一些情缘。我们首先话筒一个一个传过去。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杭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张菊秀，我主攻京派。我呢是2016年进的杭粤，刚好那年是920的时候，所以也非常容易记得了。啊，16年是吧？那么是920的时候，你是考进去的还是？对，考进去。主要也是非常喜欢那个团里的谢群英老师，也是奔着老师去的，然后也是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也就拜在老师的门下，非常的幸运。920那一年就是毛维涛老师和谢群英老师两位在这个印象西湖上面向世界展示了京派和尹派的魅力。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去了吗？在剧院里吗？是那个他们那个结束以后我才进去的，对。那么像你们平时我看了好几位年轻的演员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啊。那么当时在参加这种比赛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粤剧从小就喜欢，还是就是后来进了学校以后再？我是从小就喜欢的，因为我的外婆啊、妈妈家里很多人都喜欢看粤剧，他们都是从小带着我看的，然后从抱在手里，然后拉在手上，然后到后面就是自己就饭也不要吃，每天就待在剧场里面，然后就是看就是看不厌的那种。这是一种喜欢到骨子里的爱啊！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江浙一带，特别像温州、宁波啊，还有我们绍兴这一带，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的一代，都是小时候都是受奶奶、外婆、爷爷的影响，从小这个意识里面就有这个粤剧的根扎在心里。对对，一开始就觉得粤剧太美了，就是这个扮在台上怎么会这么漂亮、这么美？然后到后面越来越接触，就感觉各方面都很吸引人。哦，那你当时怎么会去粤剧有那么多的流派？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京派？
京派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刚开始学的那一段，就自己那时候还不懂，就是很喜欢那个金彩凤老师的那个《碧玉簪》，然后那时候磁带，那时候还是磁带，就天天听，然后就是那整场剧目，然后都能唱。整场都能唱。我相信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对《碧玉簪》都很熟，都很喜欢这段。我们观众朋友们想不想欣赏一下这个纯正的京派？你就自己想一段，我们有伴奏准备好了吧？对，来唱上一段，来演示一下好吧？我今天现场的都是有耳福的啊。行，那我今天为大家唱一段，就是《碧玉簪》里面的经典的一段，就是归宁的一段，请老师放下音乐。归宁这一段是碧玉簪里面最难唱的一段哭戏，但是也是最感人的一段。对对对。母亲，女儿思娘亲生嘞，娘亲娘，有长有短，总好商量。女儿尚有事做从，娘啊，你也肯来原谅。女儿嫁到王家子姻缘，那婆婆虽好，怎比得堂上母亲？生啊娘！
娘啊娘，你今日芳儿回家去到来时，我双双对对来望。唱的好不好？这我已经浑身的鸡皮疙瘩起来了。为什么？一个好的演员，他总是能以情带戏，能够把我们的观众的心给紧紧的抓过来。我已经看到了下面有几个观众在那里已经眼圈都已经快要红出来了。谢谢，他自己已经唱的眼睛红了。对，所有的演员呢，就是在舞台上对角色的拿捏，就是需要自己本色表演。哦，餐巾纸递上来了，真是谢谢。谢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的演员啊。那么1月份我听我们后台几位老师分享，1月份杭乐将有一些新戏要表演，你到时候会有什么粤剧表演吗？有，我们在杭州医院会有2场折子戏演出，是1月10号跟11号。然后我一场是青春记，一场是那个盘夫索夫的前盘夫。大家都听到了没有？那么其实呢，我们杭乐1月份有为了迎新年。有好几天的演出的安排。那么这个购票的平台呢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通过我们这个粤剧之家的直播平台，可以点击有一个专门的购票的入口，还有一个购票的窗口就是杭州粤剧院的官方的购票平台。希望大家呢就是有空能够去看看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演员们的魅力啊。好，那么。谢谢你，张菊秀老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位美女，我就知道，竹欢欢老师，美不美？就是活脱脱一个美丽的花旦的模样啊！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杭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竹欢欢。那么我们竹欢欢老师在那个杭州粤剧院已经有多少年了？应该有10年了吧？哇，10年了。是吗？看上去这么个小姑娘。还不止。对。那没有。12年，12、13年吧。12、13年，对，那么其实看上去这么小小的年纪，在粤剧团里面已经待了12、13年，那你差不多10几岁就要进去了。对，我是。在那个艺校毕业以后，然后就到杭乐实习，然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的。在宁波。宁波是吧？其实宁波也是粤剧的摇篮，你是宁波人。对对。那么在我们这一次杭乐的这个新的一些剧目出来，就是说听说你们重排了那个《陈三两》是吧？对。陈三两呢是吕派的一个经典的代表作啊。那么我们吕欢欢老师，在里面扮演主角的，将在1月的几号会上演？在那个1月8号。在1月8号是吧？那你是当初是考进杭乐的吗？当初是我们那个艺校毕业汇报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杭乐的老院长侯军院长去看我们的汇报演出。然后当时看了以后，他招了我们班4个学员在学校里招的实习。当初从孩童时代开始，你为什么会喜欢粤剧？我跟秀秀姐差不多。差不多。都是因为爸爸妈妈、长辈的影响，外公外婆都特别喜欢粤剧。哎呀，我觉得那一代长辈太了不起了，真的，他们的这个功劳。
可以说是比学校里传播越剧的老师的功劳更来的强大。所以现在呢，一些院校里面更加注重这个亲子教育啊。其实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过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以身作则，然后身边就给他营造了这么一个爱越剧的环境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竹欢欢老师的这个声线，它是非常的明亮的啊，也是非常的悠扬动听的。那么在排这个戏，你们现在已经排得差不多了。排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呢？其实排这个戏，怎么说呢？其实过程还挺曲折的，因为我们这个戏最早是4月份的时候是第一次出排，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是青春版的陈三两，我们也给我们排练的导演也是我们行业新进的一位导演，丁汉平丁导，也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优秀的导演。当时给了我们10天的时间。我们从对台词开始，一直到把整个剧目拉下来，就是有一个轮廓。然后，因为当时我们今年行业的演出实在是太多了，我相信那个戏迷朋友们都知道啊，行业的演出真的我们应该是属于那种全月无休的状态。然后那12天就是把陈三两大概一个框子排完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演出，一直在商业演出。就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没有把陈三两就是大面积的有一大块的时间去排练这个戏。然后我只能说，陈三两我觉得是一个碎片式的排练，就是今天有空，比如说在温里大台演出，看一下那个李凤鸣啊，演李凤鸣的这个弟弟有空，过来我们排一下。然后今天那个一寸金有空，来我们把那戏对一下，就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这也是考验你们专业演员对于角色随时随地能入戏。对，不管在这个是一个考验，还是在化妆间，还是在排练厅，我们有空就组起来，我们走一下，我们排一下。然后包括是排练也是，因为我们这次请了那个黄一群老师是那个艺术指导，然后因为他在北京也很忙，所以我们的那个交流一般是在手机上。只要他有空，他会给我拨一个语音电话。欢欢，你那个姐弟痛别唱我听一下。然后有时候我会那个发一段录音给他。黄老师，你帮我听一下我这段唱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应了一句话，这个排练也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对，非常现代化。是的啊，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要去传承一个大戏。当我们观众朋友在舞台上面看到他们优美的。这个俊美的扮相，听到他们优美的唱腔的时候，你们可能永远想象不到，他们这些年轻的演员在背后的付出，是付出了许许多多的汗水啊和时间精力，还要在百忙之中去排这个戏，而且不是整出戏的在那里排的，对吧？啊，对，那个我们整出戏可能。因为陈三两一共是5个角色，还有那个龙套的演员。我们是3号开始，1月3号开始，我们有5天的时间，把这个戏我觉得就像一块块拼图一样，再把它重新拼起来。对，对。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优秀的演员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因为演员可能剧团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比如说我在杭州，你在上海，他们先各自有一个版本。自己各自学会自己的位置，到时候再合起来的时候再一起走一下台，走个几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能力力量啊，就是驾驭的力量。那么其实陈三两大家都比较熟悉，吕派这个唱腔它是非常难把控的，特别是骂堂的那一折，对吧？我在网上呢也看了一下吕派的唱腔，除了传承他的唱腔，还要传承他那种表演以真情实感的同时，他还要去把握那个尺度，对不对？吕老师的表演，包括他的唱腔，我相信熟悉吕瑞英老师戏的那个，都知道吕老师每一个角色都不同，比如他的红娘，他的穆桂英，二堂放子里的那个夫人，就是他们，包括陈三两。他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声腔都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塑造，
塑造。我想这些应该就是说，学生们在吕老师传授的时候，他就是一些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吸收的不同的一些优点。对，我去上海找吕老师，那时候向他去学习香气的红娘，他80多岁的年龄跟我讲述红娘那个表情的时候，真的是可爱极了，啊。然后这次那个陈三两我也去请教吕老师，我说吕老师那个姐弟痛别那一场，我总是不太找得到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弟弟。感受不到那种姐弟之间的感觉，缺少。然后吕老师就很淡定地说：“哦，这个你真的去演就好了，因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就是真听真感受。”对对对，就是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就是本色表演。就我感觉，你像我喜欢徐派的徐玉兰老师，她每一个角色你都能在这个角色当中看到徐玉兰老师本色的那种个性啊，然后在他个人的这个自己平时在讲话的那种采访啊什么，你又能看到他很多角色的那种影子。对对，这就是本色表演，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做一个演员，而且呢，像你们这种碎片式的这种排练就更加不容易，对吧？那么我们稍等一下，后面吴素飞老师。我们把话筒交给吴素飞老师啊，吴素飞老师，大家看他帅不帅？对，大家好，都很熟悉啊。吴素飞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杭州越剧院的影派小生，我叫吴素飞。影派小生，哎，上一次我11月23号在川沙演出的时候遇见过你的，我们在化妆台就在旁边，然后呢，我就知道他在台后是一个很会照顾老婆的人，买了麦当劳的汉堡包还是肯德基的？哦，那个当时是上海的戏迷给我们买的啊，然后我只是范婷婷老师一起搭档的啊，帮着转递了一下而已。哦。但是你就是把那个汉堡剥开来喂到他嘴巴那边的时候，那是应该的。这一幕我印象很深的，那是应该的。对我们那个吴素飞老师呢，最近排了一个戏是珍珠塔，陆派的珍珠塔。对，他是其实陆派，你当时唱的是尹派啊。我本来就是唱影派的，等于说这个我是反串流派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次珍珠塔排的是陆派，我以为珍珠塔会有一些大的改动，也会改成影派，所以我当时我就在后台就特意问了一下。对，一开始我是前2年生宝宝嘛，这个戏其实我是在10几年前刚进团没多久的时候，当时接手了这个戏的。然后呢，因为就是那会儿我们就是年轻演员的这种演大戏的机会了，不是特别多。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前辈演员大部分都没有退休，然后呢，我们也只是可能都是做一个补充吧，有时候可能不够啦这样子，所以就是演大戏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即使那时候我有了这个珍珠塔，但是呢，就是一直也是搁浅的，不演的，几乎是不演的。而且那时候排练的时候，我只是顶戏，本来不是我的戏的，我是顶了一个怀孕的一个演员的，顶了她而已。所以呢，排的时候也就大概给了我3个半天，我就这样顶上去了。所以就是非常粗糙的，那么一直也就没演。然后呢，今年回来以后，就是团里就是让我重新复排了以后呢，当时我是考虑过这个流派的问题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唱影派，然后呢，影派的就是唱段也非常好听。所以我当时纠结了很长时间，也问了很多人，问了老师啊什么的，就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我还是依然选择了陆派，因为现在本身陆派在唱的也不是特别多，还有一个陆派本身又非常好听。再说这一折，它就是里面的好几个唱段都是耳熟能详，特别观众特别喜欢。是的。那我想。可能我唱的不是特别像吧，但是至少挑战一下，对，就是挑战一下，所以我就还是决定唱陆派。这就是年轻人的气质，掌声献给他们。谢谢大家。其实呢，我是感觉啊，那么你当时接了这个本子，
唱陆派了。你这个陆派，你从哪里去吸收这个陆派的经典的那个？当然，首先是陆锦花老师了啊，因为他的我其实之前也唱过陆派的戏，就是那时候的盘夫索夫。对啊，盘夫索夫我演过几场，有接触过，所以呢，陆老师的这个唱段什么的，我也有听这样子，也有接触。包括我第2季《粤女争锋》09年的时候，我跟婷婷2个人也合作过那个秦泰，哎，送王郎是吧？大家都很熟了这个戏，就是都有唱过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然后呢也会。就是也会听一些，比如说现在就是其他演员的包括我们浙江的廖庆英老师啊，他们的也会听一下他们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学，对，靠自己去摸索啊。是的，真的非常不容易，自己去摸索呢，他。在一起在想听吗？那么我跟那个陈三两妹妹，对，方清和陈三两妹妹，你们俩，他们关着门在那里面，对，你情我爱，他们在这一段惜别离呢，所以我就特意要邀请我们竹欢老师采访以后，再把吴素菲老师采访以后，他们一起双双对对的出来，掌声欢迎他们，谢谢。一段惜别离啊。喇叭老师放音乐，谢谢。
相长相一对孔家永丧亲，好夫妻长相长相聚对孔家永丧亲。谢谢。唱的好不好？哎呀，这个手机屏幕后面肯定又多了很多粉丝，真的太好听了。他们而且是临时搭档啊，今天临时唱的这个段子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含情脉脉对视的眼神啊，真的是非常的入戏。那么我们这个陈三两和这个珍珠塔分别在几月几号？1月8号是。那我身旁的竹安欢小姐姐的陈三两，1月9号就是我的珍珠塔陆派版的珍珠塔，希望大家到时候来剧场给我们捧场，给我们鼓掌，给我们鼓励，谢谢大家。对，这个是没有广告嫌疑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购票有2种平台，一种是我们粤剧之家的直播平台，直接点击购票。链接入口就可以购买到我们心仪的这个粤剧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票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杭粤官方的购票平台，到时候有电话也会有购票的链接。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飞老师和楚欢欢老师，谢谢。接下来大家，谢谢。那么后面我们是管宇爽老师是吧？是吧？那么我们都是年轻的力量，我们。管老师来分享一下你跟杭粤的情缘。我是这些小姐姐们中来的最晚的一个，我是17年年初才来的，也就才2年多这样。2年多啊？2年差不多。然后我是其实毕业之后在浙江豫剧团，然后后来呢，因为特别还是喜欢女子越剧。然后杭粤呢有很多历史性的好的戏，然后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然后所以来这边的话呢，我感觉自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自己来考了。哦，自己考上的，2017年是在G20之后了啊。是。那像你们都是95后吧，应该。96年的。你是96年的，就是95后了，那真的是都是很年轻啊。那么当时您学的是流派，是七派是吧？七派，嗯。对，我听您的嗓音好像是比较亮丽的。学的七派是跟金靖老师学的啊？嗯，是。金靖老师是七派呢，在他原来低沉的这个声音上面添加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呢，现在我们金靖老师呢。特别是在慈溪那边，我也遇到过他，就是说有很多的粉丝群都喜欢他的这个京派。那我相信你肯定也学了很多他的一些经典的戏吧？我是去年才拜到金老师的门下，所以我的七派，我以前是唱王派、吕派比较多，所以我的嗓音的话，跟七派的嗓音其实不是很贴切吧？不是很贴切。但是我老是说。不失为一个特色，所以，但是我还要去找七派那个醇厚的那个韵味。其实粤剧呢有那么多的流派分成啊，这个是在所有的剧种当中，粤剧的流派是最丰富的，有10几个。那么像这个七派，在我们戚雅仙老师，她的嗓音条件本身就属于比较低沉暗哑的啊。那么很多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可能对七派的这个印象，也就是说嗓音条件不是很完美的会去唱七派。其实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想法给推翻。你像金靖老师，他的嗓却可以去驾驭别的流派，但
每一个越剧的流派都是从它的这个咬字的方法，然后它的归腔的这个韵味不同，是归腔的位置不同。像刚才的那个我们那个吴素菲老师，她要学的这个陆派，基本上都是以鼻腔为重的啊。那么七派呢，它是可能是在喉头这边来发出一些感叹声的比较多一点。喉头震。在我的印象当中。七派的话，包括它韵腔，还有咬字，大家都知道，特别有戚老师他自己的咬字方式跟其他流派不一样。然后声音呢，用真嗓比较多，比较直出的那种，没有很多弯弯绕绕的。然后呢，但是真嗓上高音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唱七派嗓子不好，唱七派是比较困难。我有很多高音用真嗓子唱还是比较吃力的那种，对，有累，要真假声转换。但七派这一次在那个你们1月份的演出当中，你是演哪个？我是花为媒当中的报花名一折。啊，报花名。花为媒，报花名一折，我还没听过呢，孤陋寡闻啊。这个我们下面的戏迷都知道的啊。那这个报花名应该是比较欢快的一段了。对，有点喜剧的成分。哎，喜剧的成分，因为它这个流派给我们的是低沉啊，然后呢又有一些靠近悲的那个唱腔。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清唱，让我们的那个管老师哼2句报花名好不好？我来感受一下这个七派的这个欢快的这种感觉。那我唱。那我还是唱他们就经典的那4季当中的好了。好的，好的，好了。啊。曾几里，风吹万发生，花红叶落，花红叶落，草青青。夏季里，端阳五月天。十里花开，十里花开红艳艳。哎，他一身黄昏雨，赤水荷花并蒂莲。好不好听？多么年轻的声音啊！这个声带里面都是胶原蛋白啊，那么有磁性。然后我觉得听这个段子，我有一点感觉，听那个遇了金，遇了你。据我所知，这个七派是这个唱段对我来说是最欢快的一个唱段，没想到还有这么欢快的报花名，还有更欢快的，还有更欢快的，那再来一句好不好？我有准备伴奏。好好好好，那么来，掌声欢迎我们管老师给我们献上什么段子？是那个相思树带郎归。好，那么请您再站起来，谢谢。老师放一下音乐，谢谢。哎呀，这956后真可爱。很欢快。相思痛苦。
许残欢郎一呀一见，金光似玉杯堂边，抬灯他去转头放下剑，传说将他到郎君前，我亲手制作桑子菊，等郎一3年去，金色举杯须别亲。夫妻相迎在房许，谢谢。真的非常好听啊！这个音乐一开始就是听到了七派的这个味道，那么也希望就是这个七派在我们一代一代的一代比一代更年轻的这些粤剧青年演员身上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坚持下去。谢谢你，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话筒是一位美女，叫温珊珊，她是功夫派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杭州越剧院的副牌花旦温珊珊。那么副派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的，也是非常难驾驭的一个流派。那么我们珊珊呢，她是师从于陈飞老师的，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介绍一下我们珊珊跟杭乐是什么样的一份情缘？我是2014年从温州越剧团调入杭州越剧院的。我觉得杭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很向往，所以我来杭州来杭乐，我觉得有更大的发展平台。这个想法真的很远大啊！这个杭州呢，我们其实浙江本来就是粤剧的摇篮，其实呢，温州呢也有很多一大部分的戏迷，但是呢，温州这个地方的一个语言，它对我们这个粤剧的咬字啊。他们的口语要转变过来是非常难的。我知道珊珊是温州人啊，对，我讲的是闽南话。对。然后刚开始学粤剧的时候，我们有语音课，就是专门学粤白的。然后老师可能觉得我语音特别差。弯，特别是那个弯字，弯 F 跟 H， 就我们是吃饭，我们都是吃饭的。福建人都是吃饭。然后每次老师都是故意要叫我起来，然后起来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就不会开口去念粤白，然后就经过了很长的这一个时期，然后慢慢的才能克服。那么我接触到也有很多温州和青田丽水那一带的啊，他们就是对那个乌安弯圆关，我们这个嘴要圆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难。安跟安很难，对。关。他们我一听就听得很难受。我们江浙一带的，就是一听就那个感觉不对啊。对。那这个咬字你是怎么克服的？其实要克服这个咬字，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就是经过那段时间不怎么开口的那段时间之后，然后会默默的练，然后后面还好。这个只要功夫深，铁棒真的能磨成针。那我是想想，这么一个温州的啊，能够在专业粤剧的这个舞台上面，而且呢，作为一名主要的花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这边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段子？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活泼的《我家有个小囧妹》，相信大家这个是家喻户晓的。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您这个1月份的演出是有什么剧目啊？我演的是双玉蝉梨花镜，高难度，是副派10级的唱段，应该是。对。但是这个梨花镜我是参加粤美中华的复赛用的。你们知道，有些人知道是10级很难，但是可能在很多老师的眼里，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比赛的戏，觉得这个戏没什么难度，因为就是平平的唱过。但是这段戏是曹芳儿她养了18年，沈梦霞终于高中状元了，她难道不想当夫人吗？当然想。
所以经过这一段剧烈的挣扎之后，然后他选择了成全他们与祝福他们，所以这段是非常非常难演的。内心的感情对，是内心的非常难感情是非常内心戏难演的。所以粤美中华的时候，很多老师说你怎么会拿这个戏比赛？然后我觉得，我想，听从自己内心的意愿，然后还是选择了这个戏。对，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当初去表演那个《想当初》一样的啊。他们说徐派这个唱腔里面，《想当初》是非常容易唱的一段。但其实后来我到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以后啊，单航航老师也是你们行业的啊，他是我们的声腔老师，他说了，他说，其实这个越是慢柔的唱腔，你越是很难在舞台上把控这个人物的情感，就像这个菱花镜一样的。对，你要就是说这个唱腔可能在观众朋友当中，哇，这个唱腔好难。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你在这个舞台上，专业的老师他并不觉得难，但是你要用自己的唱和自己的表演感动到专业的老师，那你就是成功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演电影也好，演戏也好，就是一个演员，无论是从唱练做打，都是考验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种把控的这种能力、控制的能力。这些都是跟你们平时自己在学习的这个时间长短是挂钩的啊。对，我们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然后实践的机会少，那在台上肯定是想着老师说的，这里你该做什么动作，然后呢应该怎么去唱，怎么去发声，会想着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为什么选这个戏？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舞台上那么一段时间实践过来了，那你可以抛开那些四功五法，你可以去完全的就融入到人物当中。对对对对，其实对于青年演员来说，就是说这个考验会更大，因为有很多生活的阅历你们没有那么丰富。对。有可能只是谈过一个恋爱，生过一个小孩，那么就是很多一些。那就是说，我说可能还有一些还没谈恋爱或者还没结婚，生活的阅历对于舞台上的演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对，你内心当中会对一个事物、一件事情，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你会在自己表演的角色当中去体现出来。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都是95后、96后。你像我女儿，他们还是刚刚读书毕业，根本就什么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已经在舞台上要把另外的角色展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了，是不是？把掌声再次献给他们。对，那么刚才已经站起来过了，请您再站起来。小九妹来啦！老师放一下音乐，谢谢。粉丝们都在录像呢，真的好听。我就闭着眼睛听，我就感觉跟陈飞老师的声音真的很像，特别是那些小腔啊，真的很像啊。这个是说明陈老师真的教得好，说明你也学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功认真，也有非常的悟性。因为我是从学校里就非常喜欢复派，也很幸运就一直学复派。后来到了行业之后，然后我们的侯军院长就带我去拜见陈飞老师，后来陈飞老师就收我为徒。
所以就一直在学复拍。像你们真的是幸运儿，越剧界的幸运儿。对，好，谢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后面这一位小帅哥是我最熟悉的。2016年呢，我在那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暑期民营那个培训班的时候，我报的小生班，我们的老师就是夏丽雅老师，她是我的身段的那个基础的一个老师，印象很深很深，为人和善，然后呢没有架子，在那里用心的教我们。那么我们向老师跟杭乐的这个情缘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那个一下介绍一下。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对。大家好，我是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谢谢。对，请说一下杭乐的情缘。我是2015年12月份在我们学院毕业汇报，然后那个时候侯军院长和徐明老师2个人来招生。那个时候我表演了2段折子戏，我们是折子戏晚会。我是第一个是先表演了《周人哭妻》，然后第2个表演了《吕不韦貂蝉小燕》，然后结束之后，就是侯院把我叫到他面前说，来我们单位，这样我就来了。是有伯乐发现了，但是我们向老师呢，他的身段啊，一招一式是非常的那个潇洒倜傥的。我的印象真的很深的啊，你是公范派的啊。是的。那这一次1月份的这个表演，你将会表演什么？我表演的是《吕不韦貂蝉小燕》。吕不韦那个吕不韦貂蝉小燕也有徐王派的吧？徐王派呀，然后尹派、金派啊，好像都有。那你是这边是唱范派？我是唱范派的。范派。那么在杭乐，你也差不多也已经有3年。2016年1月13号实习的。1月13号，那快到4年了。对，如果说2020年的话，就4年了。4年了，时间真的很快啊！在那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感受，在杭乐的平台上面？其实杭乐平台，杭乐其实是很培养青年演员的。然后先说一下我的范派吧。就是我在学校里学的，其实更多的是尹派，然后范派也带一下。然后后来侯院招我进杭乐之后，他说你进杭乐你就唱范派吧。然后我就，但是我觉得我的范派韵味是唱到现在，我觉得还不是很纯正的那种。你要多少纯正？起码要。我们如果按分数来100%的话，你要多少纯正？我要80分左右吧，但我现在我感觉自己及格还没到。但其实你的那个范派，当时石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也让你试唱过的。我听过你的声音还是挺宽厚亮丽的，很好听。这比较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吧。就前段时间粤美中华复赛的时候，我们单位要剧目审核过，然后我比的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圣丝，胭脂圣丝。但是圣丝，我表演完了之后，我下去问徐明老师的意见，我说，我刚才演的怎么样？然后他说，还好吧。就其中最不好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唱尹派的？我心里想，其实我唱的是范派的。对，然后我唱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证明我唱的就是范派的圣丝。我的天哪！那徐明老师本身自己也是唱范派的。对，我跟他的范派可能相差甚远。那也不是，可能是你自己谦虚。年轻人，我刚才就说了，声带里面都是胶原蛋白，随便一唱都是非常的那个亮丽的。况且你的声音我是听到过的啊。那么你就是说，在现在目前接触的范派比较多一点。对，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演范派，反正不是范派的折子戏也改成了范派。那主要范派现在是你都是靠自己学，还是徐明老师那边也去取经？也有去问，然后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就是喜马拉雅里面我会经常听自己琢磨。吕瑞英老师的我在打广告。吕瑞英老师的不是吕瑞英，范瑞娟老师的。范瑞娟老师，然后王少楼老师、陈琦老师的一些唱段，
就我会经常听的。哦，对，就是说要从不同的范派的老师当中都去吸取一些他们的优点。是的。你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段子？我准备了对月思家。啊？对月思家。对月思家，宝莲灯的一个唱段，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放个音乐。
不好听？你们觉得他是应该唱尹派还是范派？范派对吧？这范派的声音很高亢，适合你的嗓音。谢谢。我在这里我都不能想象他唱尹派是什么样子的。啊，再来一段尹派，你看这是观众需求啊。对，压轴的，再来一个尹派清唱吧。太久没唱尹派，有点不知道该唱什么。唱什么？我唱断桥的一段吧，想当初好了。哎，我范派断桥唱久了，尹派不会唱。浪迹天涯。浪迹天涯怎么唱来着？东房悄悄好了，东房悄悄好了，唱1、2句好了。嘿嘿嘿。东房悄悄静雨，化作高灶暖心头。谢谢。他那个唱了这个范派，把声音啪提高了，然后现在还是在那个位置，下不来。听到了范派的味道，但我觉得还是范派还是比较阳刚，更适合你的气质形象和你的声带的这个气质，真的非常好听。再一次掌声感谢他们。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台6位老师嘉宾老师呢，已经分享了他们的自己行乐的情缘，以及他们1月份将表演的一些戏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现场欣赏他们的艺术魅力。那么购票呢有2个平台，一个就是我们粤剧之家的直播平台，有直接可以点击进去的这个购票的链接啊，还有一个就是杭州粤剧院的购票官方平台去咨询。那么这个访谈的这个环节我们就到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我刚才在开始之前就说了，你们酝酿一下自己有什么想法要提的。如果今天你们在现场提的问题，我们老师们一一做回答。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举手回答，有吗？有吗？比如说，哎呀，老师，我可以请你吃饭吗？开个玩笑啊，有吗？没人请吃饭啊？有一位美女举手了。好，那么后面有一个话筒拿过来了。好，你是？请问美女贵姓？稍等。我姓周。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们吗？我喜欢苏菲姐姐。素菲姐姐，她向你表达了，表白了，你知道不？哦，感受到了，谢谢。我的天哪！然后我想跟你拍照。毛满台。拍照呢是待会儿是这样的，我们活动这里访谈结束以后啊，我们这边6位老师到门口会有一个签名，送一个那个精美的一个宣传册吧，应该是啊。会有签名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逮着机会跟老师一起合影。好。然后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然后想听苏菲姐姐唱尹派。唱尹派。好。啊，唱尹派没问题啊。好。那我伴奏。没有。有伴奏。好。那个77，那个手机给我一下，稍等啊，不好意思，这个环节但我听啊，就是素菲老师讲话的声音啊，里面有一种尹派的那种柔腔在里面。但我们刚才他唱的就是尹派，对吧？啊，是。其实按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很想听你唱陆派。陆派啊？哼2句嘛。也可以啊。哎，对，现在。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先发给他。对，唱陆派的话，那我就唱几句那个就清唱还是怎么样？对，清唱我就唱几段唱几句就是我那个戏里面的吧。珍珠塔，就随便唱个4句啊，满足一下你们。好，谢谢。
谢谢。昔日飘舞小孩心，困睡怕要是绿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何况是我放亲。谢谢。好听吗？这个方清已经得志了啊，然后接下来是要进入洞房了。来，因为准备了洞房悄悄是吧？洞房悄悄。好，掌声欢迎。今天嗓子有点疲劳啊，将就一点听啊。谢谢，满足了吗？好，非常感谢。那么下面还有观众要提问题吗？哇，
现在多起来了啊！那位后面那位美女先来。大家好，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吕派和傅派，就是想问一下竹欢欢老师还有温珊珊老师，就是唱傅派和吕派这个发声位置有什么区别吗？就因为我个人感觉有点分不大清楚。发声位置是吧？对。傅派和吕派的发声位置有没有什么区别？对，我希望两位老师都讲一下。啊，好。吕派的发声位置。吕派，我觉得吕派和傅派，可能傅派更多的是那个真假声啊，胸腔对，然后吕派可能那种鼻腔、胸腔，鼻腔用的会更多一点。鼻腔，有很多音是归在鼻腔这里的。会归韵归在鼻腔，然后还有很多包括咬字。对，我也听到那个李瑞英老师的很多鼻腔很重的。对，他的那个归腔是很多都在鼻子这边的。然后吕派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吕派都是那种嗲嗲的，就特别嗲声嗲气的那种。没有啊，因为李瑞英老师已经创造了一个粤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傲娇公主的形象。公主对，对不对？但其实李老师的唱腔其实没有那么嗲声嗲气，其实那个张云霞张老师的唱腔更嗲一些。就是他那个嗲是不一样的，一支清香那个比较嗲。何赛飞老师其实李老师的唱腔还是比较刚的了。你看他塑造的角色，那个穆桂英啊、陈三两都是那种比较刚的女性的这种角色。李老师说他好像很少演关于爱情的戏，我想了一下，好像确实，好像有一部啊，很少。十一郎他是个强盗嘛。啊，对啊，但最后就是在洞房里的嘛，对吧？也是关于爱情的，对。那个珊珊，好，欢欢都说完了。其实，我觉得傅派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流派。我们还是说自己的流派吧，因为我们主攻傅派，然后对吕派，朱老师在我也不敢讲，因为傅派呢，它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很丰富，它表现力非常强，而且它就是很真，情感很真挚。敢爱敢恨，哪怕就是搭上性命的那种，比如杜十娘、焦桂英，然后还有孔雀东南飞、梁祝等等。对。然后她是因为是花腔女高音嘛，然后她是真假嗓结合，因为她音域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如果你靠真嗓去唱是没办法唱的，都是真假嗓结合。跌宕起伏。对，跌宕起伏。对，这个可以那个。但我听那个何英老师的那个唱傅派，他有很多归在鼻腔。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员他的嗓音条件都不一样。那像何英老师，他就天生的那种天生的嗓子好。对，音声唱法。好，谢谢两位老师。好，后面我们中间这位戴眼镜的美女，你想提什么问题？今天来的真是太值得了。6位老师的表演我都是很喜欢，特别是第一位那个老师，他的一声母亲这样子，我都好像就一下子就想哭的那种感觉。张菊秀老师，对，金派啊。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呢，是问那个右边的第2位这个有个傅派老师。对，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克服你的那个方言的。对，能够。因为你也遇到了方言问题。对，我呢是因为老家是丽水的，然后我刚才就在说丽水。对，我退休以后到了这里，然后呢进到那个老年大学，我这边也有9位同学，但是就是我一开始唱，他们就笑死了，他们说这是普通话，一点都没有粤剧的感觉。但你现在在讲普通话又很准哎。没有丽水口音。因为普通话准了嘛，所以粤剧就不准了嘛。粤剧因为有粤剧的那种方言，那就唱黄梅戏吧。他的那个对，就想请问一下老师。一开始呢，还是要模仿，就是老师教的时候就一个字一个字去学。对。因为你一整段听下来啊，就是还是要分解它，就比如说一个字，它是字头、字腹、字尾，是每个字都要去练习才能学好。是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练。如果其实。一整段去学的话，就是大致是会了，但是唱出来可能又完全就不一样。我曾经在一个群里面听到过我们嵊州艺术学校的王学飞老师，他是王派的学生啊。他在教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字正腔圆，首先是字要咬正。那这个字怎么咬正呢？你们可以先
不要唱，去念这句话。我家有个小菊妹，就这样去一个字一个字去给它念熟。因为你们自己的方言肯定有一种语言习惯。你如果说本身你唱会了这个段子，你突然之间你要去把所有的字一下子改过来，肯定改不过来，会按照你的自己的平时的习惯去唱的。所以你就先学会去念，念会了以后，你再去学这个段子。就是我是指你新学的段子，但你老的已经在养成习惯的那些段子，真的是需要你下功夫去克服这个自己的习惯去改的。因为我也遇到好多清甜的丽水清甜的，就我刚才说的弯，他就是弯，就是弯不过来。我说弯，我说最后到呢，他听得到我的这个感觉，他的嘴巴舌头弯不过来。这个是因为你们的方言就是他已经习惯了，就这器官这个舌头的位置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你要最后知道这个字它在上颚还是留在这个唇齿之间的，就是说你要这个要去琢磨。本身他们年轻老师在学的时候，他们有优势，他们对语言的这种驾驭能力、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那跟我们民间的票友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朋友要提问题？好，谢谢。台上的几位老师啊，今天我听了大家的就是唱腔嘛，然后我对你们台上每一位的那个流派唱腔呢，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我特别喜欢那个傅派和京派啊。然后呢，陈飞老师有一段最经典的那个行路嘛，天下第一路嘛。我不知道能否就是珊珊老师的那个行路什么时候能够亲眼目睹一下，也能就是领略一下那个珊珊老师的那个行路的风采。还有一个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但是唱不好，就是我有一个困惑嘛，就高音能上去，低音下不来。那个低音的话，就是要气沉下去，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气沉下去。我想问一下那个珊珊老师嘛。其实很多人有个误解，觉得高音很难，低音很好唱。其实对于复排来讲，低音唱实了可是更难唱的。因为我自己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高音很好唱，然后低音就下不来。但就是说你现在让我在这里讲，不是说马上都能学会，就是也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去练习，然后反复的去练，然后才慢慢的会好。对，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要做到收放自如啊，这4个字啊，在后面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把高音把声音打开了，突然因为复派它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突然要收下来，你就要去驾驭这个能力，你就要去练。就是说，就业余的就是这样很放的唱出来，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老困惑大家的，就是这样。到时候有机会啊，可以跟我们那个温珊珊老师当面请教。对，真的。是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陈飞老师，珊珊老师是陈飞老师徒弟，但是他的唱腔我特别也喜欢。为什么？《粤美中华》上我已经看到了，然后就是说领略了他的那个就是精粹嘛，那个台上的风采嘛，唱腔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我很喜欢。还有一个要求哦，就是说能否珊珊老师今天能在这里再唱上一段，就是那个《莲花镜》。谢谢。伴奏没有啊？唱。伴奏拿一下是吧？清唱很难唱的，是的。伴奏有吗？那么这边后面还有我们。温珊珊老师在准备这个伴奏的时候，后面还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位老师啊，我们下面呢，我相信都是本着爱粤剧的情怀，今天来到了这里。不管你们喜欢哪一位老师，只要你们喜欢粤剧，就多去看看他们在现场的舞台上的艺术魅力，多去熟悉他们，靠近他们。你们在看他们的戏、欣赏他们的艺术的时候，你们自己也会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那么那个伴奏是直接发过去了是吧？那么掌声来欢迎我们。因为梨花镜太长了，我就唱几句好了。唱对可以。好，我们下面的手机全部准备好，摄影摄像啊。伴奏拉到1分多以后，因为前面有很长的前奏。再往后一点吧。再往后一点。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菱花镜啊，菱花镜啊，菱花镜。伴奏有点轻，感觉听不见。谢谢，又是一段精彩的演唱。我相信今天的现场的观众，你们是最幸运的，听到那么多优美的唱腔啊！其实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几位老师在这里，我们这个互动的这个环节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啊。其实我们现场这一股年轻的力量，他们是我们现在粤剧事业当中的新晋力量，他们勤学苦练。精耕细作，深入钻研，为的是把更美更新的作品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传统大戏一代传一代，相信朋友们都期待着我们杭州粤剧院万事俱备，元旦登台的那一天。那么，我们中国的粤剧呢，也是满台新星，一派生机。杭州粤剧院正在漫步走向繁华似锦的春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杭州粤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面对面交流访谈节目到此结束。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舞台上的老师们一起来喊一句口号，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大家能够有缘相聚在这个平台，我们要感谢粤剧之家给我们这个机会，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说一句祝粤剧之家越来越好，一起来喊，好不好？好，预备起，祝粤剧之家越来越好，谢谢。
那么新年快来了，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那么接下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跟明星老师们到门口影像越剧馆的那个名牌面前可以去签名，活动还可以跟心仪的老师合影。谢谢大家。